數碼世代讀書有咩用啫？好似你咁有部電腦喺手，撳個 Enter 就係咁簡單啫。我想個女有份嘅希望。網絡做翻調查科，盜賊選品 ，Chef break 翻嘅意外，點解釋？我想我哋會合作到。你走到去邊，我都揾到你哋。咁大嘅人，都知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嘅啦。我只係聽，你有5分鐘。唔好以為自己好聰明。今日睇嘅問題係咩都冇理，我喺作家做事。ATM 都全部彎晒。嗰班人聽得到入證㗎，佢哋又睇緊你啊！走啦！我攞得翻啲錢，你有翻個女，你講啦，佢要發喎，唔係話係做興咗佢。咁有咩問題嘅啫？考慮下啦。捉佢老婆翻嚟啊！放低槍！俾佢纏住，所有資料都無所動。爹哋，你喺度做緊啲咩啊？呢班友估計有6個人。兵賊對決，分秒必爭。佢哋食緊呢一餐，已經諗定下一餐想食乜。 7分鐘，生死相搏。講嘅笑話。吳彥祖、黃千源、我會一直咬實你。徐步。Sertai program minum dan tebus jaket juara Milo. Jom beli rangkumpul pack Milo untuk dapatkan jaket juara Milo penuh bergaya. Sertai sekarang. 係，我家健啊。無視世俗偏見，尋找一絲溫暖。你嗰晚就係同佢啊？唔使咁緊張。嗰刻我覺得我好重要，我好有用。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，最佳女主角廖子妤，我唔會中意你。最佳男主角陳家樂。像我這樣的愛情。天影巨獻。赴湯蹈火，星期日晚天影頻道獨家首播。Let's go！ 就係佢。咁犀利咩？得唔得？你都幾搞笑。學你啫。所有人佢做。咁就好啦。CM Go 一個 app 睇盡你最中意嘅中文電影。天影巨獻。當年一拳咋，我乜嘢都冇晒。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提名。你個吹嘅，擔保你攞冠軍。俾歪垃圾你。你邊忽似我老豆啊？我都話唔要咯。曾志偉、最強嗰隻人咧，係你對手啊，係你自己。張繼聰。驚咩？驚人成世俾黑㗎啦！一定要俾佢知道，我老豆係屬於你嘅。金童5月31號，天影頻道獨家首播。